澳大利亞棉花標誌標識了澳大利亞棉花在成品中的來源。澳大利亞棉花協會鼓勵品牌商、零售商和批發商使用此標誌來推廣澳大利亞棉花。它還確保帶有該標誌的產品符合 Cotton Australia 的可追溯性要求。此供應商信息視頻列出了你需要向品牌買家和零售買家提供的文件和證據，以支持他們申請使用澳大利亞棉花商標。作為供應商，你的角色至關重要。請注意，只有品牌、零售商或批發商可以提出申請。所需的可追溯性信息分為2點：一、所需文件；二、申報信。第一點是了解你需要向客戶提供哪些文件。紡紗廠必須提供澳大利亞棉包編號、原產地證書、原棉發票或採購訂單簽署的聲明。我們建議包括草捆裝箱單。面料廠必須提供簽名聲明、紗線發票或採購訂單。服裝製造商必須提供已簽署的聲明、面料發票或採購訂單。如果你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工廠，同時提供紗線和面料，或面料和最終產品，或者完全垂直提供紗線到最終產品，你可以整合你的聲明以包含相關信息和必要的證據。第二點，你的聲明信必須使用商業信箋或加蓋公司印章，並且必須包含公司名稱、日期和簽名，包括見證人。我們提供申報模板來簡化流程。請聯繫 Cotton Australia 或你的客戶以訪問這些模板。確保聲明以清晰簡潔的英文書寫。供應商聲明必須包含以下詳細信息：購買者信息、指定產品的採購人員、紗線、織物或成品服裝、供應商名稱，與面料和服裝供應商相關，包括購買紗線或面料的工廠名稱、採購訂單或發票編號，包括接收和銷售產品的採購訂單或發票編號，以符合可追溯性要求。保釋信息，與旋轉器相關，包括澳大利亞原棉的發票或採購訂單編號、原產地證書編號，並列出用於製造紗線的保釋編號。請務必記住，你簽署的聲明是一份法律文件，承諾你的企業對澳大利亞棉製品進行物理分類、儲存和加工，否則可能會導致法律訴訟。Cotton Australia 的許多授權品牌和零售商都使用科學測試來確保他們收到的產品由100%澳大利亞棉花製成。如果你需要幫助，請聯繫 Cotton Australia 或讓你的客戶向你發送更多信息，包括模板鏈接。最後，將所有信息發送給你的客戶進行審核，他們將通過在線系統提交申請，並在需要更多信息時通知你。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australiancotton.com.au。